所以人若清起家己脱离这个，就要做贵气的器具成圣，下伫主人的路用，便便通做逐项好的事。咱有办法成做迄个贵气的这种器具啊？无会当呢？你会当成做迄个贵重的器皿吗？会，因为安怎上帝要帮助咱，所以咱会当得到洁净的时阵，是因为主耶稣的这种救赎赦免了咱的罪，互咱会当透过伫这冲突中间，会当得到清气，会当得到下主的心意伫咧。第四，你啊讲，咱若愈忠心来挖过上帝恩典时，对这步骤落去行的时阵，咱就搁较容易会当为着主，互人伫遐来和平。咱的认罪就要真正得到自由。当咱拄起咱目睭的影仔擦了后，咱就准备好啊，要去温柔来挽回别人。后礼拜起，咱就讲到第三步，你要安怎去个面对着对方啊？要安怎温柔甲挽回倒转啊？也互伊知影伊家己应该负的责任是啥物？咱的课本164页到167页，提供一寡问题，让帮助咱伫今仔日所学的这原则点。咱有可能有一寡人无即个课本的，即本课本其实真正是非常好，这毋是看一遍就好，这看几啊遍。所以毋茫楼骹阁有这课本伫咧，咱伫遮伫教会买已经非常俗哦，350块片，即摆咱265块，咱若还袂买的人，毋茫你拢会当买一本倒转。那咱即个和平操练了的时，你嘛会当阁看，看煞你感觉无需要送互别人，拢别人绝对会当得到帮助的。伫小组中间常常即种分享的，毋茫你嘛会当对和平使者灵命操练中间来得到帮助。咱伫小组讨论中间的时阵，直接讲伫这修补破碎关系4项这行动中间，你上界感觉个人上界难得最高是倒一项？是悔改、自我伫遐来检查，还是认罪，还是甚至有即种你个人的即种改变？在自我即个检查中间，即个6项中间，包括这言语的即种罪，你啥物控制别人，你啥物言而无信，等等这个，你上界需要努力是倒一项？让咱分享到大倒。伫即个7个 A 即种认罪中间，你感觉你上界需要，甲上界有帮助是倒一点？也拢会当分享，甲来大倒。咱透过小组的分享，彼此激励，毋通甲将咱所咧学习即个。我们和好吧，唔通当作是一个学问，唔通当作是一个理论，无路用。你敢若知影无路用，一定要行出来，对你的生命有产生帮助啊无？咱看到第2步是要知影咱家己目睭内影查是啥物。咱知影咱的时阵，咱才有办法倒转到伫上帝面前，咱才有办法去甲别人伫迄所在来讲，刷落去所要讲的。上帝甲咱，主耶稣甲咱讲，互人和平的有福。因为伊要称做上帝的囝，毋茫咱每一个人拢真做迄个有福气上帝的囝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听堂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透过和平使者的灵命操练中间，阮已经进到伫，阮要安怎提起阮家己目睭内影查伫咧，然后阮才有办法伫遐来甲别人讲到伊目睭内即个草仔油。主你来帮助阮常常拢无爱承认阮家己所犯的罪，阮用真侪理由伫迄个所在咧讲。但是今仔的课程，互阮知，阮若会当真正认罪的时阵，主你就将迄个真正的自由要来赏赐互阮。今仔课嘛教着阮安怎来认罪，阮爱对开始阮对阮的心意开始，啊，阮知阮的毋对了后，然后阮真正认罪，阮个行动伫遐来行出来。这些种种拢要请做阮的帮助，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的生活中间，阮的冲突拢会当靠主伫遐来得胜，互阮会当请做一个互人和平的人。主你就要祝福到伫阮的中间，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。这时阵，阮要同心用主所教示阮的主导文来祈祷讲：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行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误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，无伫带阮伫试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